S48黑色衣物洗衣液係特別為深色衣物而設，保持布料喺清洗後不易褪色，令衣物保持束身，色彩恆久鮮豔。喺呢個示範中，你需要一對膠手套、3塊預先剪好嘅100% 全棉布條、一杯 S48黑色衣物洗衣液、一杯一般嘅衣物洗衣液、一樽液體染料、2支用完即棄嘅吸管、一個匙羹、4樽凍水同埋抹手紙。戴上膠手套，加入1匙羹液體染料喺凍水入面，將布條放入已混和嘅染色溶液入邊，等佢吸收30秒。吸收過後，將多餘嘅染色溶液由布條上面擠出，並將布條放喺紙巾上。使用完即棄嘅吸管，將 S48黑色衣物洗衣液完全覆蓋喺其中一塊布上面。用另一支即棄吸管，將一般衣物洗衣液覆蓋喺另一塊布上面。將每塊布條各自放入清水樽入邊沖洗。將布條喺清水入邊攪動，直至洗衣液完全除去，再擠出多餘嘅水分。用 S48黑色洗衣液處理過嘅布條，比一般洗衣液更能保持布料嘅原色，睇起嚟甚至同用清水沖洗嘅布條相同。S48黑色衣物洗衣液嘅創新成分，為你嘅黑色同深色衣物保持恆久束身嘅外觀。